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有超过30万人参与，但是因为天气热加上赶路，真侪香灯卡拢有掉线的情形发生。大雅集团正当市长沈如雄在生日时，伊的碟组甲人串通好，甲骗超过50亿，但包括碟组和主谋等3个人已经被裁定羁押警戒。台中地检署侦办罢免的造假连署案，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书记长甲一个总干事，互检方申请羁押警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3的暗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的头一条，带大家做回来看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今年有超过30万的信众参与哦。今仔日的妈祖的銮桥，伫咧中昼12点22分来到北港的朝天宫，这嘛是这6年来上晚一届哦。另外，因为赶路加上天气真热，有真侪香灯卡有掉线，还佫有卡底破碎的状况发生。在信众甲香灯卡包围欢呼声中，銮桥完成3日3出了入庙。庙日通宵，江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初三中昼12点22分来到北港朝天宫，是近6年来上万的一摆。朝天宫有500万人来，预估人数将会达到100万人，因为他报名人数再加上周边北港周边的进来拜拜的话，可以乘以3倍，所以将近100万人。庙是另外用双手捧请出桥来的白沙屯妈祖金身，来到朝天宫正殿，神明龛内安坐。一摆妈祖銮驾对初一深夜庙日通宵起驾，37点钟就到云林北港，甲旧年有5天半时间比较。今年平均每点钟要行4公里才赶得到，沿公敢若用走的。沿路掠连休困站甲护理站拢是人，大部分拢是脚底碰趴掉线，下香灯卡来休困。连续20几个小时了，破皮啊，摩擦一直摩擦车破。从早上的热衰竭中暑的进来我们救护站的处理紧急状况的，它也有80个人左右的民众。进香活动有计初时0点40分进行上界电话仪式，挂花并且诵读书文。仪式结束了后，起驾回銮，有计11登去江天宫。记者综合报道。大雅集团正当市长沈如雄在生日时阵，伊的碟组甲人串通好，以海外机票，还有移民当中的理由，甲骗超过50亿。检调发现讲，一个姓罗的主嫌，毋那个用这骗来的钱去买精品车，甚至搁伫咧海外买厝。包括碟组和主谋等3人已经被裁定羁押警戒。厝内底拢是车坏物件，有并画精品的皮包啊，名号有真侪台进口的车，全拢互扣起来，因为这个物件全部拢是用刚骗来钱买。我们校友有很多非常有成就、非常杰出的校友。互骗嘅就是伊大雅集团的前董事长沈如雄，在事前拢无发觉，一直到过身了后，才厝内底人发现讲互骗去，骗走超过50亿，所以讲报案提告，检方也伫进前发动搜查。外面两件4路的查某人，互北检约谈8月早起案6月的伊，伫得到假释了后，对2019年起涉嫌交结沈如雄4店的碟组，骗沈如雄讲用事先摕到真侪真俗的机票，上紧只需要3个月就会使来卖出去，用赚7成的这利润。甚至听到沈如雄讲要替后生查某囝办海外护照时，佮趁这个骗伊讲有特殊关系，用摕到英国、澳洲这国家特殊移民投资，佮佮赚一摊。罗女呢，在榨取金额之后呢，挤进奢华之能事，剧情呢宛如台版的《寄生上流》。做庙之一4路的查某人真讨债，一直买精品，就连化妆台拢开真侪钱去订做，也互检方认定，提钱互亲戚朋友开过去餐厅，更加开真侪钱伫国外买厝。台湾的国际地位有一点点的模糊，比较友好关系的，可能美国或是日本有签一些双边协定，可能才可以透过公权力的方式，可以有办法扣到那些被告海外的不法所得。这摆扣起物件虽然价值有上亿，却是不法所得，下1点仔钱利益。被告伫国外所买的厝，是毋是法度成功解套回来？有律师分析，台湾甲当地国家彼此的互动关系，这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中地检署侦办罢免的造假连署案，昨有约谈19个人，伫咧透明精神以后，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的书记长甲一个总干事，检方已经申请羁押警戒。
也毋过咧，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都批评讲，司法单位像安尼干一罢免运动是伤超过。参加民间美术馆动土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归面笑容，也毋过听到台中地检署侦办幽灵连锁案，车里指挥警调人员伫台中中华顶北所在敲锤，其中包括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带走几啊名党工。卢秀燕批评发起罢免的团体个人还是政党无调查各自的权利，司法对罢免运动发起的一方加以调查审判羁押，拢受过分。不管是政党，不管是公民团体，不管是个人哈，那使用这个司法哈，予以这个调查，那予以审判，予以这个拘押，我觉得都太过分了哈。检方侦办台中电影立委蔡其昌、何兴存、南营立委甘宽恒、廖伟雄甲黄建和罢免案，撮回19人中有6个人甲别人有关系，信号拢请回。另外罢了有关16人，其中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社团书记长甲第一组省高中干事，涉犯刑法规则文书告诉法宣判法定罪嫌，当庭逮捕各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6个人以10至20万交保候团，限制出来事件其他5人请回。检察官讯后认定陈姓及武姓被告2人涉犯刑法之伪造文书、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未经同意伪造假冒提议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及羁押之必要性，预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卢秀燕表示，国家司法应该用伫打砸遮条，让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台中地检署强调，本案关系重大社会公益，会秉持客观中立立场，甲审慎严格态度，尽速调查悲情案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营的赵少康今仔日早起去网架听南营青年军罢免立委5派役，针对检方伫办的罢免资格人数伊讲检调会一步恐惊着来约谈党主席朱立伦，因为5派役是呼吁民众都爱理性看待。另外要罢免绑困期的华电团队昨去甲人数送去到华电县的选委会，最后收件数量是32766份，确定是超过法定要求的数量。你越打压我，我越要跟你干到底，对不对？川南南军来到台北网架，见到南发起人赵少康、不安世军检调铁闸不时连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甲青年军轮流做着检调搜查约谈和罢免，民进党立委5配役第2阶段因讲拢停起来，若要大大支持林贤麟、李浩良，甚至要到民进党的单位来加油。民进党使用的手段呢，真的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认为中央党部是下一个目标。朱立伦可能下个就被约谈了。国民党党部有他们来自高层的压力，其实这我也明白了。那我们平常在基层、在地方，其实多年来我们服务都是不分党派。我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回归到理性来。5配役也讲，法务处收到一沓小过棍纸，认为这明显是暗示死亡威胁，就已经到网架分局完成报案停书。不过罢免台北市相关团体另外一边罢免5需要林贤麟、张克进发声明要退出林贤麟身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李世钦强调会继续沟通，同时经由组织推出党员来联署。所谓的领衔人，也不是他自己说放弃就放弃，必须要被捕的领衔人，他也通过同意书过1半之后，他才能够完成相关的法定程序。我们也会全力来跨区的声援所有罢免双无立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5需要本人是讲，对着罢免团体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拢尊重。因为全台罢免2届连署，罢免立委鲍坤基团队未跟花莲车里送件，却是清点14点钟，一度团出选委会提出一张娘。那中选会讲这是谣言，林贤麟、李美玲也澄清无这种代志。只有剔除11份，就是缩放的太严重。这边特别澄清一下哈，里面绝对没有用尺量。你也确认有效的分数是32766分，超过法定的标准19000分，得胜率是169%，占据全国第一。后续的委由13乡镇市和政事所扎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带大家来看国际的大代志哦。德国南部一个城市初二的时阵，有一台车冲对人阵，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驾驶随后警方抓起来，也经过初步研判，这是一件意外。另外，伫咧美国的黄石公园嘛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初一有游览车去弄到货车，毋但货车驾驶当场死亡，游览车顶6个游客嘛过身。
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市中心的奥尔加艾克区，这台冲浪的乌车卡在电车站的菱形道顶头，现场正混乱。当地时间初二尾暗，这台车突然间向规定人的所在冲过去，造成真侪人受伤，其中一位46岁女性伤势严重，送医了不幸死亡。警方到现场了随逮捕驾驶，因为德国自2024年底以来经历过几路件汽车冲浪规定人的攻击事件，所以安全单位正重视这件意外。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这件代志不是挑工的攻击事件。Bisher zum Sachverhalt wissen ist, dass ein Fahrer einer schwarzen Mercedes G-Klasse von der Olgastraße in die Hohenheimer Straße abgebogen ist und dort dann in den Fußgängerüberweg in mehrere Personen gefahren ist. 警方把这个驾驶抓回去侦讯调查案情，这件车祸造成当地交通大乱。消防部门出动几路台救护车到3共救援，把受伤的人送病院。Die Feuerwehr Stuttgart behandelt hier gemeinsam mit dem Rettungsdienst der Stadt Stuttgart mehrere Verletzte. Aktuell sind darunter 3 Schwerverletzte. Die weiteren Verletztenzahlen sind aktuell noch dynamisch, sodass wir diese aktuell noch erheben. 另外，在美国爱达荷州黄石国家公园西区入口24公里的所在，最近发生游览车去围着货车的交通意外，现场的车导火，乌烟窜到天顶去哩。一台载着14位游客游览车撞到一台货车，货车驾驶当场死亡，游览车顶也有6位游客不幸死亡。这件车祸和当地主要交通干道暂时封起来，警方也正在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澳洲伫咧初三举行大选，多数的选民是真关心厝价抑个物价问题，另外抑个有新政府是打算要安怎因应气候变迁，抑个有美国关税的问题。伫咧选前有民调显示，执政的工党支持度是领先的。另外，澳洲因为是实施强制投票，若无去投会罚发新台票400块，所以讲因的投票率应过拢有超过9成。初三透早，澳洲各地的投票地点开始出现人潮。这间投票所位伫雪梨邦地的海堡，真侪选民受原罪就直接来投票。有选民希望新政府加关注气候变迁、甲美国关税问题。不过，多数人上烦恼的犹原是物价甲房价相关的民生经济议题。I think the main issue for me would be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day-to-day things kind of like still affordable. 澳洲现任总理艾班尼斯甲家人出现投票所，选情伊主张积极使用再生能源，解决房价危机甲减轻医疗体系负担。选情民调显示，艾班尼斯所属的执政工党支持度领先，又希望争做20多年来头一位连任成功的总理。选情因为俄罗美国总统川普造成支持率落降的反对派自由党甲国家党联名领袖达顿，政见包括减少移民、打击犯罪、各取消行政禁令，以呼吁选民会当做出改变。I'm confident that Australians have seen through a bad government, and I'm confident that Australians can't afford 3 more years of what they've experienced. 澳洲采取强制投票制，违者会罚出20澳币，但有代票400块的罚金，所以超过9成选民拢会出门投票。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高雄西湾附近的海边最近有出现毒海体，海洋局专工是伫咧海水疫情的热况所在有大公告出来，都提醒民众避免来挖金哦，因为这个毒海体若是严重，可能会致使死亡。另外，学者嘛指出讲最近伫咧全台湾的海域，拢有可能会出现毒海体，千万都唔通去拍卡着。假日来到西雅湾海水浴场，家长带囡仔唔敢落水耍，只当踮伫沙坡耍耍，因为风通知海域出现有毒的体啊。饭店人员就跟我们讲说，就看到有水母就赶快远离，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毒啊。海水浴场入口有大公告，提醒民众避免划进海域。高雄西雅湾沙坡最近亲像出现有毒的生物体啊，有民众来回散步的时阵，遇到9只体啊，海洋局协部已经请保全加强巡视。所以我们讲说来找看看，就是我们原本只要来这边看，原本在玩踏海这样子，然后后来想要有这样，我们就想要来看一下。有看到吗？没有。深茂水母又称葡萄牙战舰，过去在国内外都有出现。在台湾4到7月是繁殖期，被蛰到的剧痛不会输给蜜蜂，毒素可能深入淋巴结，一旦造成过敏反应，严重可能致命。生物体也有世界第3毒之称，去年5月捌伫高雄弥陀沙坡出现，擦伤查囡仔，
顶个月也出现伫北部海峡，交通部观光署北关处特别伫网络发布警示。水里面的就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它哦，因为它活着的时候，它的毒性是相当强的。在陆地上面，因为你不知道它已经搁浅多久，那如果是刚刚搁浅的那些个体，其实它的毒性对人的伤害也还有一定的程度。学者指出，农历春节过了后，因为洋流也是北路靠路的关系，将来海峡拢可能出现星无天影，天气就算靠大伫靠路部也唔通去吸着，万不离无细离去吸着，就爱赶紧就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玻璃工艺英国是外销澳洲、美国甲日本的主要产品哦。不过时代变迁，玻璃豆豆去互塑胶取代去，工厂是一间一间收掉。为着维护这项工艺消息，有玻璃工艺师用老师傅的经验来结合新的经营理路，要复兴玻璃产业。稍等的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场工艺师的热情也有创意。在民国49年至69年之间，咱台湾玻璃工艺产业，始当时台湾甚至红讲是电火豆王国。而且迄当阵做玻璃师傅的薪水，是袂去输予现处时身体科学辛苦的工程师。早吼，我学师迄当阵哦，做玻璃的工钱哦，比湖水的啥物拢较悬。迄当阵的玻璃厂的师傅，咱讲实在，薪资来讲算悬的。迄个年代，玻璃厂的师傅是行路有风的时代。千外度的窑，规年烫天24点钟安尼行。这款小热的工作环境，要让少年人来学是真学。我一开始非常的不适应，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玻璃工厂非常的热，1000度的窑炉好几周一直烧，然后人都每天都满头大汗，对，非常的难习惯。为了让传统用本的玻璃产业搁再加热，新世代少年工艺师结合设计甲造价的概念，创造新的发展。较早拢咧做代工，但是拢对美感不足。转来台湾了后，我直接去学校选少年啊设计师，希望借由因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用新的概念落去做应用，安尼才有机会去做后边的咱这个起草的开发。那我觉得文化透过饮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我们的器皿、我们的食物跟甜点，可以跟环境、跟这个文化跟历史有很好的结合。玻璃工艺要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甲骄傲。这阵少年的工艺师伫传统当中创新，用千外度的热情发展出新世代的模样，要让传统用本的玻璃工艺会当再现风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的溪口乡，为着要响应5月18日国际瀑布关节，溪口乡公所有邀请在地出身的艺术家，运用在地的元素甲材料来办创作展览。结合个人的建议和地方的文化，溪口乡公所嘛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用新的角度来认识溪口。艺术家向来参观的人紹介作品的材料，有拆厝村的汤甲门，嘛有较早比赛算过的干乐。艺术家结合在地文化甲生活记忆，创作10多件作品，要让人来了解嘉义县的溪口乡。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做趣味的代志，就是咱甲嘉义溪口这个食的。所有的物件，咱甲利用，互伊重生，咱会应该迄个家，家的意念甲吹转来。它有家的记忆，有现代感，最重要的是它有情感。为了要响应5月18国际瀑布关节，嘉义县的溪口乡就邀请女外的艺术家，为5月初2开始，伫旧的卫生所来举办展览，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来关心地方文化，嘛会当为这当中找到新的发展。互大家搁愈了解。包括即摆少年人有诶唔知影，我互伊来参观，互伊加一个意识。旧的门窗啊、窗户啊、等等，来做一个创作，目的就是要提升着阮在地的文化的价值，再嘛符合着这个世界博物馆日伊的目的。艺术家表示，作品当中除了有在地食物甲产业以外，阁有真侪是废弃的建筑材料。希望透过展览的作品，唔但分享溪口的文化甲记忆，嘛互大家对这个所在会当有新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府城的城隍庙是国定古迹哦，伊的历史自西元1669年到达已经有356年了。拄好结合府城建成300年，庙方来举办巡城季。那当中就有11间城隍庙做伙来斗闹热，大家做伙来看卖。
初三透早6点半，台湾富城隍庙新桥起价，规个庙埕闹彩彩。这回当19档举办孙城节，今年富城建成300档，这摆活动以城隍做主题，队伍要行一连旧富城沿路线东南西北4大城门，全长12.7公里。按这4个城镇吼，请市政府吼来委托这个各区的区长吼来伫东门城、南门城、西门城、甲北门城来坐镇吼。坐镇的时候来接驾。庙方这回邀请全台各地12间城隍庙来斗老节，各大庙宇嘛搬出侪机卡的顶头文物来庆赞，像专来首益冠城隍庙，请出300档来，唔捌出来顺境的5地自然神拜会，因那北部为庙宇是头摆落南来顺境祝福。没有来这边绕境过，那这次他们是300周年嘛？对啊，那邀请我们台北，它是夏季、山川红雾。旅行大型龙活动，我们就是说别人没有的，我们这一次特地要刚给请出来绕境。其实民国69年甲95年就捌办过，不离个庙方讲，这回是真正落去孙城门，毛城隍孙查四方必有众生的遗憾。另外，这把庙那中正45档前24岁也关好，伫路关道嘛拍破英国设计，甲文史甲地理资讯结合做伙。倒手边遮单大东门这个所在开始，单遮路线一直行，这种地图路线和古早城门城壁的关系，一摆拢伫这种地图内面会当看会出来。庙方讲，透过这摆无同的设计方式，要互大家了解城门的范围甲位置，把回顾建城的历史，进一步体会城隍信仰所代表的守城精神。记者李苏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安怎？咱就会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0度，中部地区22度至30度，南部地区23度至33度，东部地区23度至30度。关东地区18度至28度。过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